2堂在1分钟后开始。大家平安！我们现在一起来敬拜这个叫我们抬起头的神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旌旗，必全然得胜。我们从头再来一次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旌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从头再一次，大家一起挥挥手，虽然人比较少，但没关系。从头再来一次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旌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掌声赞美我的神。
都成为我命定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，走进你心意。主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，使我苏醒你爱里。我愿成为你的居所，我要爱你，要永远坚定地爱你，亲近你。主，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，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，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，走进你心意。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，你是我的唯一。主，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，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，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，走进你心意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
我高台。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。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们依然站着，用那个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信仰的告白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信灵感应，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贝尔多任内受软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。降在阴间，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奉献，我们请示范者来。来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爱救赎的主啊，恳求你此时与我们同在。求主让来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渴慕的心，来到圣殿中，切寻求你的面，在爱慕里献上我们全人全心的敬拜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甘心臣服在你的脚前，以你的爱吸引我们归向你。但我们常在暗处违背你，在无知中得罪你。求主除去我们肉体的软弱，帮助我们洁净，脱离卑贱的事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万福源头。求你用宝血洗净我们，求圣灵更新我们，恢复我们和你中间破碎的关系。主啊，我们在急难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；在软弱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力量和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就可以在最动荡的环境中坚持到底，没有惧怕。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活水，在我们里面成为江河，昼夜不停地供给我们的需要，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，得着喜乐、更新和力量。主啊，你是永远得胜的神，在你里面有完全的平安宁静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依靠神，万军的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
创造万有的阿爸父上帝，我们感激你，感谢你满有恩慈，在我们还做罪人时，你就带着满满的爱为我们付使。主啊，我们无法还清这份爱，我们仅能献上我们从你那里得来的，包括献上我们自己。求你悦纳，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光和盐，靠着圣灵的力量活出见证。最后，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我来进行今天的报告。那个周报的内页有啊，这个下周的圣工有轮到的啊，排班啊，干嘛的，请你自己看。我们先来看教会的消息。第一条，下主日4月28号为总中会校园事工奉献主日。大专学子在外地求学过程中，常需要得到属灵的遮盖，并晋升于圣经神学的研读跟反思，请为这事工的需要关心代祷。第二条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69届通常议会已经顺利完成，其中议定修改妇女团契条例为，妇女团契的会长、副会长、书记、会计等干部均须由陪参会员担当。第三条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针对403花莲地震的救灾行动，目前定调为配合当地中会的教社部办理自主救灾。奉献户名，如果你要奉献，就是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道基金会，划拨的账号是19566285，注明为0403花莲地震。那么团契消息呢？就是4月26号礼拜五哈，上午10点，松年团契有聚会，主题是健康讲座，摆脱油腻人生，谈高血脂日常生活的保健。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。如果你有那个胆固醇比较高的，可以来这里听听看啊。有的人可能是吃食，有的人可能就是天生的体质，可能可以还是要听一听，保养一下。第二个，4月28日礼拜天上午9点45有情社团区的聚会，主理是秀瑶老师幸福讲堂，请亲友们来准时来入席。教盖的消息就是本主日下午2点半，就是我们邻近的赤峰街教会举行社教70周年感恩礼拜，欢迎大家前往参加。现在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，记载在诗篇46篇啊，诗篇46篇，那总共有11节，那我念单数节，请大家来念双数节，我怕我电脑找的跟这个不一样，我来有看好。来，第一节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不是，第一节是下面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然改变，山虽然澎湃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这河的分叉使上帝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第5节，上帝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到天一亮，上帝必帮助正城。地变融化。第7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8节，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。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，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在遍地上也必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
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愿上帝的话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。那我们现在要请黄牧师来讲到，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避难所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啊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有避难的需求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上个礼拜还记得吗？我们有提到我们台湾人的奴性很坚强，好，也谈到了基督徒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主人到底是谁。我们的主人绝对不是家里的人，也不是我们的主管，也不是我们的财富地位。虽然在某个程度上，我们需要去服侍他们，需要去顺服他们，也需要关注这一些需要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不能，也不应该成为支配、控制我们的那个存在。那讲到支配跟控制啊，就想到殖民主义，好，还有以及戒严时期，在上个世纪，台湾就经历了殖民、被殖民，也经历了戒严时期。在台湾回顾到台湾整个战后婴儿潮的时代，大约是现在60到80岁以上，就是60岁以上的人，也就是我们的父母辈或者是祖父母辈，在这个阶段的人都经历过戒严时期的国民义务教育，也就是当现在的60岁以上的这些人呢，当时他们在念国小的时候，他们都经历过戒严时期的国民义务教育。当时的教育现场就是不打不成器，就是打。好，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，就会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这个小孩子不乖，你就打，没关系，最你怕回一听威，就是打到他听话为止。”这样。这个刚才牧师在台语堂的时候有做一个统计，也不是统计啊，就是我有问这个问题。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场礼拜，我应该要反过来。台语堂礼拜呢，牧师就问大家说：“60岁以上哦，你没有被打过的，请举手。”只有3个人举手，意思是其他的人，其他80几个人都是被打过的，就是在在上课的时候，在学校的时候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华语礼拜呢，牧师要反过来问，我问60岁以下的好了，好，我慢慢递减哈。你有在学校，你当初你在还是学生的时候，你有在学校被打过的，请举手。啊，还有这么多哦，好，手放下。那我再缩减。那个原来那个我问21世纪的好了哈，21世纪那应该是慈爱是好啦，你是2007嘛，90年代也就是想好20岁以下，我们这边20岁好不要了30岁以下，现在2024嘛哈，2024，30岁以下再举手，这边只有一个还有30岁以下，你在学校有被打过的，请举手。还是有被打？好啦，好，真的是这个好，你们腿都那时候腿不够长，跑得不够快。好，真的是非常的惊讶，这让牧师感到非常的惊讶这样子。但是子爱这一辈的，来，子爱你在学校有被打过吗？没有。小雨，你在学校有被打过吗？不敢了啦，不是说不能，不是说他表现很好不被打，而是呢，现在哪个老师敢打学生啊？对不对？家长马上就站出来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在当时呢，60岁以上就是我们的父母跟祖父母辈，他们就是不打不成器。那他们的话语权，当时的儿童青少年他们也没有话语权。没有任何的话语权，你们小孩子你就是安静，没有声音，不能有任何的意见。他们的话语权在戒严时期是完全被剥夺的，
被剥夺的。其实那个子瑜跟子群在那边看，我还蛮好奇，我还蛮讶异，子群居然在学校有被打，他居然没有去打老师哈。好，感觉他应该是跟易杰牧师一样会去打老师的这样子，反过来打老师这样。好，所以呢，无论如何，不论我们是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教育或怎样的时期，好，过去他们在戒严时期那个时候，整个环境是非常的高压的，哈。但是只要是身为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灵，有吹口气，我们都有上帝的灵，都有圣灵在。只要是有灵的活人，其实都是向往自由的。虽然在戒严时期，过去我们的父母、祖父母辈，他们受到环境上、生活上受到种种的压抑，但是在台面下呢，有一股暗流凝聚，要渐渐冲破这个戒严的这样子的高压控制，也就是要突破这种像奴隶制度这样子的权势。虽然在当时在台湾信主的人非常的少，但是上帝安置在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向往自由、渴慕自由的那个心灵里面那个力量，跟我们当时的长老教会的总会所发出的人权宣言其实是互相呼应的。当时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率先提出人权宣言。这个人权宣言在1977年的时候，这个人权宣言所根据的就是我们只有一位主，我们的主人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没有任何的权势应该或者是可以去压迫他者，使他们成为失去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失去自由跟尊严。讲白话一点就是，我们的主人不再是党国机器。我们的主人不应该是对岸的中国，也不应该是当时一党独大的国民党，当然也不会是现在在政党轮替底下的民进党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政党。当然，在这个部分是我们长老教会普遍，我们长老教会需要去反省、需要去反思的。因为很多长老教会一旦到了选举，他们的主人就变成了民进党。为什么？长老教会跟民进党这样子的挂钩，就是因为在1977年那个时候，他们要有一些人要摆脱这个高压控制，好，所以在当时他们是有时代背景的。但是呢，时代已经变迁到了现在，进入21世纪，整个政党轮替之后，其实我们不应该，长老教会不应该再认错主人，我们的主人不应该是民进党，我们的主人应该是谁？我们的主人应该是谁？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啊！这有点牧师有点好。我们的主人只有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从上个礼拜我们在谈主日，就谈到我们的主人，我们的世上好像有很多主人。我们的主人唯有耶稣基督。基督徒的所言所行所依据的，就是在信仰上的实践。是要合神心意，而不是为了要去巴结谁，不是要去满足谁，或者是要去附和谁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即便呢，在当时我们再回到那个戒严时期，即便一个人有向往自由的那个 DNA， 但是呢，要跳槽换主人呢，还是必须要承担风险。就像我们现在要换工作，也要承担风险。好，那对战后婴儿潮，也就是现在60岁以上，就是我们的父母、祖父母辈。其实我们有时候要跟我们的父母、祖父母对话，我们也要认识他们的时代背景啦。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好，你要跟你的父母要谈一些什么，你也要了解他们的背景，才不会有代沟。好，那你们父母辈的那些人呢？他们在当时啊，戒严时期要能够在战后2次大战之后要能够好好的活下去，是他们最重要的考量哦。所以很多人他们几乎不会，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去想那个自由人权的问题。大部分的人呐，哈，大部分因为怎么样呢？怎么说呢？我叔妈就是牧师的妈妈嘛，哈。他现在看到地瓜，你们现在喜不喜欢吃地瓜？喜欢吃地瓜的举手。
好，手放下。喜欢吃地瓜通常是为了养生啦，哈，它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啊，什么什么。但是我叔妈一看到地瓜，她都摇头。可能你们会觉得很讶异，那个时候的人应该很爱吃地瓜，那就错了。他们那个时候只是吃那个串签的，就是地瓜签。那或许我们会想说，不会啊，地瓜稀饭也不错吃啊，蛮好吃的啊。最好是哦，因为那个时候1斤米要价，在1949年，也就是战后1945年战后大概4年左右，1斤米要上万块。一颗鸡蛋。前一阵子1颗鸡蛋，那个宇轩应该最有感，一颗鸡蛋10几块，涨到10几块，很多人都已经快要受不了了。在戒严时期，在1949年，1颗鸡蛋要上千块，而且还不是1000多块哦，从2000多块到7000多块都有，价格一日数变。据说我是看网络资料，据说你要去外面吃一碗阳春面，你要先付钱。不是因为它很进步要先付钱，而是呢你在吃的时候呢，可能1碗面3000块，到你吃饱的时候呢，要付钱就变成5000块了。所以你要不要先付钱？你一定要先付钱。好，在那个时候的整个通货膨胀到一个地步，非常的可怕。日子还能过吗？还能活吗？每天他们每一天就是在想说，我下一顿饭在哪里？我要怎么吃饱？我要拿什么？甚至已经回到以物易物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了，因为我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我只好拿东西去换，拿东西去换。最后，在1949年的过程，那一年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叫做新台币？因为有旧有新，就代表有旧。好，所以那个时候就用旧的台币，相对啦，就是那个时候的台币4万块。兑换1块钱的新台币，就是通货膨胀，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在经济上影响非常严重的。除了在政治上有这么巨大的压迫，在经济上人民也是苦不堪言。所以呢，在当时戒严时期，许多人选择就是认命顺服，不然你要怎么办？所以认命跟顺服对当时一般的百姓来说，就是理所当然的避难所。当然啦，我们知道认命似乎是一般人的能做的选择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体认到这样子的避难所并不是真正的避难所，于是他们会带着下一代出走，离开台湾去移民。就是上一代嘛，刚刚说60岁以上的这一些人，他们会带着他们的下一代，也就是现在大概是40多岁到60岁这个阶段左右的人，他们一起要冲出这个避难，冲出原来的这一个避难所，摆脱戒严时期种种不合理的规范。那他们就要在绝对的集权跟民主自由之间来交战，也不断在衡量，也不断要衡量自己出去所能承担的风险，能够承担的就出去了，不能承担、无法承担的，或觉得不需要的，就继续留在台湾。因此，在这样子许多大环境的考量之下，从44岁以上的人，就是讲说戒严时期跟戒严后，戒严就是解严这2代的台湾人呢，也慢慢讲到40几岁，跟你们现在已经快要有点接近了。这2代的台湾人，有许多人选择更换避难所，重新创建一个政党，新的政党。所以民进党就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，或者是有人就是移民到海外，试图在建造一个令自己安心的避难所。就好像我们讲说地震，碰到地震来很大地震的时候，就要趴下掩护，怎么样稳住，要稳住自己，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，所有人都渴慕一个安稳不动摇的避难所。但是今天我们读的这首诗篇46篇，这个诗人他提醒了我们。我们看一下那个，请音控的同工放到 PPT， 放到经文的部分。今天的经文第1节到第2节、3节到以及第7节都说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第7节跟第11节也同样
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会为了我们的生命、财产安全，我们会为了我们的自由建造各种避难所。但是我们在经历了921的南投大地震以及403的花莲大地震之后，相信大家对今天的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有说地虽然改变，山虽然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然匉蕻翻腾，山虽因为海涨而颤抖，这些好像就像大地震那样的情况。我们会在经历403地震之后，我们会对这一段经文感触非常深刻。确实，403的地震，地层断裂，山崩落石。我们会我们为自己所建构的房屋，可以在一瞬间就倒塌。我们平常可以放松心情出去游山玩水的地方，也可以一瞬间变成灾难现场。太鲁阁就是这样子。每次我们面对地震这样的天然灾害，我们就会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影片在疯传，传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准备那个地震的救生包，或者是如何鉴定自己的房屋有没有怎样的毁损程度，需不需要去注意，以及逃生训练的一些课程，甚至还有面对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些课程，一些心理辅导。牧师要说的是，为了建构一个能让我们自己身心灵都得到安心的避难所，有许多的专家绞尽脑汁，许多的民众也借由网络的分享来帮助彼此，这是很好的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、财产的安全，我们做足准备，以备不时之需嘛，那我们是否也应该为我们自己的信仰，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做足准备？因为人生无常啊，人生无常，有太多的无常在未来等着我们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在平常就要把我们的信心，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给锻炼得更紧密，更加的紧密？我们是不是有常常在上帝的避难所里面？我们是不是有为了未来这些危机做足准备？我们回想一下403地震发生的时候，当家具开始移位，当捷运停驶，当桥梁断裂，甚至于当我们的亲友失去联络的时候，在那个当下，在地震在摇的那个当下，你闪过的是什么？你心里闪过的是你的家人，还是你倒塌的那些物品，还是房屋，还是说啊，我的存折在哪里？我的印章在哪里？我的手机在哪里？在那个当下，你闪过的是什么？有闪过上帝吗？在灾难现场，我们的脑海里面有上帝在吗？上帝真的是我们的力量吗？是我们的避难所吗？我们是否有打从心里来认定，上帝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呢？第4节的经文说，有一条河，这河的分叉使上帝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上帝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到天一亮，上帝必帮助这城。这一道河是什么河？这一道河，诗人用这一道河的分叉，这道河比喻为伊甸园，比喻上帝的同在跟护佑。因为在伊甸园里面，与上帝同行的人绝对没有任何的忧愁跟恐惧，不论环境遇到多大的破坏。诗人说，天一亮，上帝必帮助这城。第5节，到天一亮，上帝必帮助这城，意思是再长再暗再深的黑夜，也总有日出的时候。再长的黑夜也有日出的时候。所以即便我们是落在黑夜里，落在死荫幽谷里面，只要我们坚定信靠顺服，紧紧跟住上帝，抓住他，上帝就会亲自修复看顾这个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居所。
那么我们也会在上帝之城里面重新得到盼望。房子倒了可以重建，存款没了可以再累积，因为这些都是身外之物。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就知道，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啊。在前面我们提到移民到海外去的人，他们自以为重建了一个安稳的避难所，也很多人会羡慕，哇，他们好棒哦，他们都有能力可以去移民到海外，真好。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，只好狗不囧，好就只好留在台湾。好，可是前些日子，牧师有听到一位在美国牧会的牧师回来的他的分享。他说，在美国的台湾人教会，因为他们移民到海外都是在台湾人教会聚会。他说很多他们的下一代都离开教会了，为什么？他们的下一代在受教育的时候会讲什么话？讲英文吗？不会讲台语吧？学校教育不会教他们讲台语，也不会教他们讲中文，所以他们就是在整个英语的环境当中长大的。但是在教会里面呢，还是坚持要讲台语，因为是台湾人教会嘛。他们就离开了。原本这一些带着对自由的渴慕，要逃离压迫的这样子权势的这些人，他们逃到海外去，他们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避难所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失落了自己的信仰，他们让自己的下一代失落了自己的信仰。坚固永远都不会倒塌的避难所是上帝之城。他们不只让他们的下一代失落了信仰，也让他们的下一代离开了上帝之城，离开了上帝这个避难所。所以我们必须在平常就要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尽心尽力的维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渴慕他的同在。只有他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，才是我们真的可以倚靠的避难所。第6节、第9节、第10节说，外邦喧嚷，列国摇动，上帝止息刀兵，直到地极。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这样子的战争场景，外邦喧嚷，列国摇动，这样子的战争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。乌俄战争打了多久了？好几年了。以巴冲突不止没有减缓的迹象，现在连伊朗都加入战火，整个扩及成为中东的危机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，处处都是战场啊。天灾人祸、身体的疾病、家庭里面的冲突、职场的霸凌，还有财务收支杠杆的不平衡等等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自己一直不断努力在建构的这一些在地上的避难所，其实常常是不堪一击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找了一个还不错的工作，却不知道那个工作到最后成为职场霸凌的现场。不堪一击的就是人性，人性也是很不堪一击的。就拿地震做例子，总会有人不顾他人的死活，怎么样？现在都有灾损嘛，就是地震之后，政府有个政策，就是你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有受损什么，你可以报，你可以好像报核销啊什么的，可以报灾损这样，可以申请补助。但是有的人会谎报灾损，也有人会趁乱偷窃，甚至那种战争的有些战乱的地方，那个商家都会被趁乱偷窃、趁火打劫。有些人会囤积资源，发灾难财。那在相关单位呢，有些人还会只会做表面功夫，推卸责任，到处踢皮球。我们总会看到有一些人呢，就是会在别人的伤口上面撒盐啊。人性的良善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要依靠人性的良善，但是人性的良善有的时候也变得不堪一击。那么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呢？
我们的避难所在哪里呢？第10节说：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我们现有的生命已经进到一个难以承受的苦难跟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要安静，我们要安静等待，等候灾难过去。我们要降服于上帝的主权，要顺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、所安排的那个道路。这个道路或许不太好走，耶稣就这样走过啊。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是不好走的，但是我们要在上帝之城里，在圣灵里面不断的调整自己，让自己重新定位。不要被这个环境好像那个龙卷风那甩，我们总要在那个旋风眼的中心，跟上帝紧紧抓着上帝在那里，不然我们就被甩出去了，被甩到哪里去都不知道。既然我们身为基督徒，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。好，传福音是特别在患难当中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。怎么说呢？即使身处患难，我们一样要继续完成传福音的使命啊。或许你们会觉得说啊，我现在都这么困难了，我还传什么福音啊？我有什么好的见证啊？牧师的意思不是要你们去什么灾难现场啊，去为人做临终祷告啊，或者是说一些你要赶快信主啊，现在末世这么乱，你要赶快信主，不然你就会下地狱什么什么的。我们不是要去灾难现场去告诉人家这一些话。传福音绝对不是用恐吓威胁的，因为在上个主日我们有提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会去威胁恐吓别人的。他从来不威胁恐吓别人。当然，所谓的灾难现场，并不仅限于地震啊、天灾人祸这一类的战争场景。刚才有提到了，我们的灾难现场，就是只要我们平常，当我们的心受到环境的冲击，当我们的心充满了愤怒，当我们的心充满了忧伤、失望、失去平安。那个就是灾难现场，我们这个人就是灾难现场。那我们在灾难现场要负什么样的使命呢？就是要成为别人的临时避难所。地震来了，他房子倒了，会有那个什么组合屋嘛？好，组合屋或者是一些帐篷啊，成为他临时的一个避难所。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传福音？在患难的时候，在灾难的时候，我们能传的福音就是我们要成为那个临时避难所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临时避难所。然后我们再更进一步，如果还可以更进一步，再借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再引导别人脱离我们这个临时的避难所，进到上帝的避难所里面。因为上帝的避难所才是稳固的。问题就来了，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别人的临时避难所？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先站在上帝的避难所里面啊！我们自己要先站在上帝之城里面，否则我们怎么成为别人的避难所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好自己的位置。那确认好自己的位置，让自己可以成为别人临时的避难所。我们平常要怎么训练呢？我们要怎么样锻炼、操练自己，可以始终在上帝的避难所，然后又可以成为别人的临时的避难所。最重要的当然是除了参与礼拜以外，还有参与团契。青少年团契会碰到网络跟人际上的问题。他们如果太专注在网络上，因为他们就是21世纪网络世代的孩子，好，他们的生活跟网络一定完全没办法脱轨，没办法脱钩。可是呢，在网络上久了，对现实上那个人际关系，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的疏离，非常的有恐慌这样子。在青少年团契里面，可能会处理到网络跟人际上的问题。社青团契呢，社会青年会碰到的是就是工作跟情感上的问题。
情色团契会碰到婚姻、亲子关系的问题。我们如果可以在平常的团契当中，借着读经、祷告、分享，调整自己。比如说社青团契，大家来倒垃圾，就是社青团契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安心倒垃圾的地方。当我们在团契里面倒完垃圾之后，上帝的话进到我们心里，上帝的安慰进到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在上帝之城里面。然后当我们再出去，当我们在走出教会进入职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避难所，临时避难所。所以我们要在各样的团契、各个团契当中，我们要让自己不断维持在上帝之城里。那么除了在团契里面，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定位调整，那我们在家庭里面也要操练。在家庭里面怎么样操练呢？我们才读过以弗所书，在家庭里面，我们要用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、互助互谅、接纳宽容彼此的缺点、彼此的缺乏。我们不要复制灾难现场。怎么说呢？同样的错误不要一犯再犯啊！夫妻之间很多时候都会说：“啊，怎么你又这样子了？为什么你就又犯同样的错误？为什么从来都不改？”我们不要一直复制灾难现场。我们要怎么样处理灾难现场呢？当家庭里面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要像那个救火队啊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要先祷告，像那个救火队，先把那个火线拉出来，先把那个火灾的范围控制住。可能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把火都灭了，但是我们至少要控制住，把灾难现场给控制住。首先控制自己的心啊！我要祷告说：“主啊，圣灵啊，求你帮助我！我现在真的是气到不行，委屈到不行，求你帮助我！”我们就在祷告里面，先把自己先稳住。把自己稳住之后，我们把火势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后呢，如果还可以，我们再更进一步，我们要开始准备灭火嘛。我们要祷告啊，那都需要时间。我们要祷告，上帝让上帝有智慧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可以跟对方开始进行有效的沟通。当然，有的时候沟通不是那么容易，特别大家在情绪上的时候，像前一阵子南亚，大火是林口厂发生大火嘛，那火烧了好久。有些那个救火员在救火的时候，他那个火，他控制了火势范围，但是呢，他也只能让它烧完。有些火可能没办法，真的就是只能等它烧完了，它就没了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意思是说，我们要不断的在灾难现场，我们不要再一直复制，同样的错误也不要一直再犯。我们要在每一次的灾难现场都好好面对自己的问题。在圣灵的帮助保守里面，我们要竭力追求在圣灵里的合一啊！特别是基督徒，好，我们有一些，比如说好宇翔啊，好宇轩啊，定信啊，因为你们的另一半都不是基督徒，你们要做的更多，不能说牧师偏心哦，还有凯花，不要躲，因为基督徒就是个背十字架的道路。就是要在各样的灾难现场当中，我们要先成为别人的避难所。当然，我们自己要先稳住自己啊！你在救别人的时候，你要先救自己，对不对？好，救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救自己，自己要先稳住，然后呢，再跟我们的另一半进行对话，安静等候，等候灾难过去。等候上帝赐给你们有智慧的话语，来跟对方来进一步的沟通。好，另外在工作职场上要怎么操练呢？在上个礼拜牧师有提到说，我们不要当工作的奴隶，我们也要拒绝但是我们要拒绝在职场上各种的霸凌。我们也要拒绝职场霸凌。好。就是不当工作的奴隶，也要拒绝职场霸凌。但
但是我们也不能拿这些来当借口，就是变成草莓族，失去抗压的能力。在这个界限当中，我们也要求主来让我们知道，到什么地步够了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真的该是我离开的时候，或者是到什么样的地步，其实还好啦，还可以再撑一下，还可以再撑一下，或是还可以再抗议一下，还是怎样，诸如此类的。我们也不能太过与不及。我们要知道，因为在患难中可以生忍耐，忍耐可以生老练，老练可以生盼望。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在基督里的盼望才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。所以，一位基督徒的社会责任，不只是奉献捐款而已。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成为别人的避难所，要成为别人临时的避难所，让他们来羡慕我们。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若愚有没有很羡慕宇翔，或者是好奇有没有很羡慕定信，好，或者小赖有没有很羡慕凯华等等之类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展现出在职场上，因为你们在工作场合牧师看不到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在职场上，在家庭里，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让人感觉到很羡慕的那个光的那个存在？牧师曾经分享过很多次，我跟一些牧师在子瑜子群他们还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里的环境那时候真的是生活很不容易。可是总是会有人跑来告诉我们，就说哦，你们应该日子都过得不错哦，因为房子可能好几间了这样子哦，每天看你们都容光焕发哈，看得非常的喜乐这样子。我们心里就想说，好是啦，感谢主啦，真的是在主里面有喜乐。我们的避难所就是上帝，我们的避难所不是我们汲汲营营追求的要盖的那个房，要买的那个房子，也不是我们的存款，因为那些都没有嘛。可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上帝。可是现在很多人有好多房子，有好多钱，但是他们却一点都不喜乐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跑错避难所了。他们跑错避难所了。当我们的避难所一直始终停留在世上可以看到的人事物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灾难来了，我们真的会很容易就倒了，很容易就倒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一个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成为别人的临时避难所。但是呢，就是最后要强调，我们自己是不是？我们要确定我们自己是不是始终站在上帝之城、上帝的避难所里面，因为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成为别人的避难所。我们要让上帝成为自己跟他人唯一的后盾、唯一的帮助，盼望我们在礼拜、奉献、服事、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，要确认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。要确认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，也坚信我们的上帝是永远都不会动摇的避难所。今天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基督徒，比如说小赖啊、若愚啊、好奇啊，当你们的另一半突然有一点不太对劲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回到上帝的里面。因为你们夫妻是彼此相伴的。那在团契里面呢，团契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安心倒垃圾的地方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定位，回到上帝之城里面，然后让我们可以走出去，在我们的职场上，在我们的家庭里，都可以成为那个光的存在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生命？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临时的避难所？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我的诗歌。
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趁这个时候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要来悔改，我们要来回头。如果我们常常抓着我们世上的一些事物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那我们现在要回头，我们要把那一些不稳固、随时都会倒坏的避难所放下，我们要进入有上帝同在的避难所。我们要成为一个会发光的人，成为一个在患难当中也可以成为别人临时避难所的那个人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愿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再从头来唱这首诗歌。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众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虽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呼求我们的主。主是我们的诗歌，我们的拯救。我们要首先进入上帝这个避难所。众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是我们的力量，主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盼望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你，会离你而去，躲避到人手所造的避难所，但是主，你的怜悯慈爱，你的慈神爱所始终牵引着我们，让我们在那个常常不小心就会倒坏的避难所里面，再度的回到你的里面，回到你的爱里，回到你的翅膀的羽翼下，得到最坚实的保障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也愿主你的灵常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里，在你的避难所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。